回了家里别太干燥了。行，对，要不然你这个口这容易干。行，像我妈现在，她这个生命体征还是挺平稳的，是吧？对，生命体征可以。你说到回家以后，适应一段时间再进行康复。对。像她这种还好恢复吗？您得看她恢复的情况了，反正现在看应该是人不明白。对，意识不清楚。但是通过后期的一个锻炼康复，有那种脑干出血什么的，这个恢复比较好。他这是丘脑出血，我看那个第一次是吗？当时啥症状啊？就在厕所里面就晕倒了吧，然后吐。等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，基本就没有知觉了。然后就直接送完我了，家里人。对。7月15去的，8月15回来啊。这一夜太难熬了，各种并发症了。还有什么呀？除了并发症？他除了脑感染，其他基本都有，什么脑水肿啊、脑积液啊，后来的就有气血肺感染啊，现在又有点癫痫。这脑部控制挺好，没有脑感染。要是如果在脑上，也得开颅。不结闯关呀！村了啊！我们回来了，我们的任务都开始了，忙我们了。且还不少啊！一个月了都没看见。啊，你的亲戚们都来了。车终于到了，人总算回来了。中秋节，只有妈妈在，才算团圆。